嚟到大圍嘅一間按摩店做足底按摩。由於預早預約咗，所以唔使等位，先浸下腳先。浸腳嘅時間呢，咁師傅都會幫我哋按下肩頸啦，同埋腰位嘅部分嘅，同埋做埋手部嘅伸展運動。師傅啲力度都好足啊，又唔會傷到筋骨，能夠精準咁樣幫你揾到痛點啊！今日幫我哋做按腳嘅3位師傅有11、12同埋23號。師傅用嘅玫瑰花精油幫我按腳，聞到都好放鬆啊。12號師傅好細心啊，佢會問你嘅痛點同埋力度嘅偏好，真正了解到你嘅需要。11號師傅嘅手勢都好到位啊。媽媽呢已經舒服到瞓着咗覺啦。呢度呢仲有上海式嘅修腳項目。呢位男師傅有多年嘅修甲經驗，做嘢都非常之細心。2 part 嘅時間真係好快過啊！腳底呢其實有好多反射區㗎，所以呢，如果做多啲腳底按摩，都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暢通之餘呢，亦都可以消除疲勞啊！最緊要仲可以養生啊！呢度除咗做腳底按摩，仲有做按身㗎。每位技師呢都係經驗豐富、貼心嘅服務。做完腳底按摩之後，真係覺得有深層嘅放鬆啊！呢度約時間呢，除咗打電話去櫃台約之外呢，都可以同你嘅師傅 WhatsApp 約時間都得㗎。其實足部呢，就係人體嘅第2個心臟，透過按摩呢，令到佢血液循環，可以改善手腳冰冷，亦都可以減輕心臟負擔啊！仲可以加速體內多餘嘅水分代謝，可以改善腿部嘅水腫啊，亦都可以提升睡眠嘅質素。我自己覺得呢，腳底按摩最重要就係到位啊！如果唔係呢，就等於冇按嘅一樣。所以我覺得呢度啲師傅呢，真係按得好好啊！呢度嘅環境呢都好舒服，地方都好乾淨啊！師傅用嘅個人物品呢都好衛生。呢度除咗每位師傅之外，連櫃台嘅職員都好友善。按完腳之後呢，都記得飲返多啲水去排毒啊，可以疏肝㗎。如果買咗套票呢，會有張紙卡俾返你㗎，咁到埋單嘅時候呢，出示返紙卡扣數就得㗎啦。呢度都好多師傅㗎。呢度嘅價錢都係明碼實價嘅。做完按摩之後呢，出門口轉右，望過對面呢，其實已經見到大圍港鐵站㗎喇。轉咗右之後，一路向前行，然後見到馬路過對面就係大圍港鐵站㗎喇。多謝大家嘅收睇啊！未訂閱嘅朋友都快啲訂閱同俾個 like，分享呢條影片出去啦！喵。